第20屆金曲獎傳統藝術類嘅頒獎典禮，拜六會喺台北市國父紀念館舉行，由蘇一峰同客家戲的龍祖元來主持，而係下晝廳長主持經驗過豐富嘅龍祖元，雖然係第2擺主持金曲獎，唔過伊還係感覺一定緊張。當生態，當金鐘，古上嘅自家咩感到當歡喜，那個當然對於客家文化嘅表現啊，會有一啲嘅期待啊。因為做得入圍哦，因為哦，係最大嘅鼓勵，講正經嘅。按到嘅藝術家哦，一年來啊，幾多年來嘅唔管佢係創作也好啊，嗬，佢係生發也好啊，佢創作出來嘅全部係對台灣嚟講係保存。咩要對台灣嚟講，本台灣抗疫係很啊強，很啊有深度。古時候我正經講啊，感謝按到嘅藝術家，當然客家自己當然有期待咯。一擺操行時也為龍祖元準備嘅兩時過鬧嘅晚禮服，那個頒獎典禮今日會有請去年拿到金曲獎傳統藝術類特別貢獻獎嘅朱登順大使同更加個有名嘅無伯來唱下演奏，希望使得發揚傳藝精神。